最後嗰30秒先俾啲好大嘅 tips。想睇小 Q 嘅你可以冇問題。Any mini constant 大象灰 ，mini constant 大象灰，你預而家9萬到尾左右啦，我可以幫你揾9萬到尾左右，係啦。40至50，40至50，40至50，最後30秒俾你哋估，40至50，40至50，好窄啊！我已經收到，明明係1到100，而家係40至50，我已經係收到好細好細啦。40至50啊！好，我開始數30秒啦，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，哇！終於有人中啦，我見到有啊，我見到有2、3個人中啦，已經係啦，好叻啊你哋！哇！今日砌啲價錢砌到個人有少少頭暈啊！兩個小助手都同我一樣啊，好頭暈啊！今日好攰啊，因為1年只有1次咁平咧。最後10秒，其實已經過咗好耐啊，不停喺度俾你哋繼續撳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、0。好，好打分角線啦，真係。嗱，分角線以上嘅有打到49嘅靚靚，咁就會有個100蚊嘅 coupon，買滿5000蚊以上可以俾你哋用啦。好，而家繼續，即係頭先明明減300變咗減400啦，已經。如果你有買嘢的話，好。嗱，聖杯藍呢隻超級抵啊 ！P18 聖杯藍呢一隻 U-Stamp 2024年嘅單係啦，全新嘅有埋正單 P18 聖杯藍銀扣26,800， 26,800已經等於二手嘅價錢咯。我想講，但係呢一隻咧係全新嘅聖杯藍銀扣26,800 U-Stamp 澳洲單全套齊晒。Cap 圖快啲搶！聖杯藍銀扣26,800，已經等於二手價錢㗎啦。呢個全新嚟嘅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嗱，分角線後面再打嗰啲唔算啦嚇，我見到好多人喺後面打49，一陣再玩過唔緊要。好，聖杯藍銀扣話26,800，跟住呢隻。呢隻係雪杯式金扣 B stamp， 雪杯式金扣 B stamp 係啦，雪杯式金扣 B stamp 27,800 full set， 27,800 full set， 上到肩膊 P22 先上到 ，P18 上唔到，係啦 ，P18 係細啲嘅 ，P18 上唔到 ，P18 真係貨你好似 Birkin 25咁樣抽住咁樣翹住咁嘅啫，係啦。呢個雪杯式金扣27,800，佢買咩啊？買呢個點？哦，邊個嚟㗎都？哦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有冇 E23？有嘅，不過我今日現場呢度冇，因為現場咧我哋係喺個倉度
搬翻我哋平時唔係全部擺晒喺公司嘅嘢，就搬咗嚟呢度啊嘛，今日咁所以咧，我哋就有啲又執多咗，有啲又執漏咗，所以就好攰。今日同兩個小助手走嚟走去。P22聖杯藍，聖杯藍係 P18，點算要6包張卡嚟？哦，要碌爆張卡嚟喎！攞隻 P22俾我睇下，頭先白色嗰隻。Angel 嗱，不如你買呢隻 P22啊？呢隻幾多錢？冰川白，我好中意冰川白㗎。27,800係啦，呢隻27,800冰川白，27,800冰川白 W stamp 布拉格丹銀扣係啦，佢可以上到膊嘅 P22可以上到膊嘅 cap 圖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8 9 10係啦 cap 圖。冰川白你買咗唔會後悔，因為我自己嗰隻 P22冰川白我賣咗俾個客，我後來都好後悔，因為真係好靚，係啦，我人生第一隻白色嘅手袋就係嗰隻，從此之後我都有買白色嘅手袋，但係我都覺得唔夠 P22嘅冰川白靚咯，冰川白真係好靚。今日 E23有冇得平？我哋手袋今日冇平㗎啦，我哋一口價嘅啲手袋係啦，手袋今日係一口價㗎。因為我哋係計到最平嘅價錢俾你哋㗎，好似呢隻 P22冰川白，白色平時不嬲都最貴，而家係27,800，27,800係一個二手嘅價錢嚟嘅，其實係啦，可以揀呢一隻 Angela 冰川白銀扣 W stamp 27,800全套齊 cap 圖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8 9 10。